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又係歡歡隨意門嘅時間啦。今日咧我改咗嗰個背後嗰個背景啊吓，咁喺一個房間裏邊錄俾你哋，咁睇下咧嗰個收音會唔會好啲？今日咧想同大家咧講下最近一個咧幾 hit 嘅 topic 啊，喺呢兩日就係個暴走團啊吓，呢個殺入我哋西九嘅問題。咁我翻查翻咧，其實暴走團咧喺國內咧嚇，又有時咧會叫做同步隊嚇，不過暴走團嘅名咧就比較係common 啲嘅嚇。佢哋有啲咩特點咧？嗱，咁佢哋有陣時候咧就會手持旗幟嚇。多數咧有啲統一嘅服裝，可能咧就以中老年咧嚇嘅人士為主嘅。步伐咧即係通常就好整齊咧，好一致嘅。通常會播住好大聲嘅音樂咧，一路步操嘅時候。佢哋嘅問題咧，即係都衍生得頗多問題嘅。喺其他一啲我見到國內嘅城市咧，佢哋嗰個由於佢哋個規模好多時候都係好龐大啊，唔係得3-4個人，好多時候都有幾十人嘅。佢哋咁龐大嘅陣容咧，好多時候咧，佢哋就會無視交通嘅一啲規則同埋情況，因為佢哋想即係連成一線啊嘛，大家明啦，係咪？佢哋唔想斷開，咁好多時候咧就會衝燈啊，或者唔理其他嘅即係車輛啊咁樣，咁咧就非常之擾人。最近咧，佢哋嚟到西九啦嚇，就喺維港兩旁咧就作起一啲咁嘅步操啊咁。我知道咧，香港市民係好即係有唔同嘅即係睇法啦嚇。好多嘅市民咧對呢啲似乎就有一啲嘅意見。喺國內咧，其實其他嘅城市咧都曾經咧就惹起不少嘅爭議嘅呢啲暴走團。喺2023年嘅時候咧，都有好多唔同嘅報章咧就有講過暴走團咧喺一啲城市帶嚟嘅問題，包括佢哋試過喺陽朔啦，同埋喺遼寧咧嚇，其實都惹起不少爭議。喺《南方日報》2023年嘅時候咧，8月就曾經有一篇嘅文章講過。嗰個題為咧就係如何治理橫行霸道的暴走團。佢哋提到咧，基本上就有3個問題。第一就係話佢哋違反交通情況啦嚇。第二咧就係話佢哋高音啊，佢啲音樂咧好擾民。第三咧就甚至話咧破壞一啲公共嘅設施，譬如有陣時有啲嘅雪糕筒啊，佢哋又會踢走佢啊咁樣。喺文章裏邊咧，作者就強調啦，其實強身健體咧係無可厚非嘅，但係個前提咧都要關乎咧道德啦嚇，同埋法律，就唔能夠以犧牲他人嘅正當權益咧為到做代價。另外咧喺遼寧嘅時候咧，由於佢哋都產生一啲咧我哋叫做爭議啊，當時咧亦都有報道咧曾經指出咧就係話。佢哋唔能夠咧就追求氣勢啦嚇，為咗就變成路霸，亦都咧因為咁咧，其實就引起咗好多嘅衝突。我就認為咧喺香港嚟計咧，我哋去睇呢一樣嘢咧，其實要睇佢係一個城市治理嘅問題，並唔係話有冇有礙觀瞻啊呢個情況嚇，或者係咪一個滋擾咁簡單。因為咧，如果呢個問題我哋唔好好咁樣去到處理嘅時候咧，其實係會涉及到城市治理嘅問題嘅。喺香港咧，我哋唔係冇法例咧去到即係管制到呢一樣嘢嘅。首先嚟計，我哋有公安條例咧，香港法例第245章，裏邊嘅第17B 條咧係有講到，任何嘅公眾聚集咧，如果係作出咗一啲擾亂秩序嘅行為咧，其實都會係可以罰款咧，係2級罰款，同埋咧係可以監禁12個月嘅。另外就係話，如果喺公眾地方係喧嘩啦或者係作出一啲擾亂嘅行為咧，相當可能如果係破壞社會嘅安寧咧，亦都係可以咧同樣係被罰2級罰款，同埋咧係監禁12個月嘅。另外咧喺簡易程序治罪條例香港法例第228章裏邊第4條咧，亦都列舉咗一啲我哋叫做妨擾嘅罪行。當中咧係包括，如果係進行任何嘅遊戲啊，或者係譬如消遣啊一啲活動咧，係對居民或者係路人造成滋擾嘅時候咧，或者係造成阻礙，或者係任何形式咧有任何喧鬧嘅集會咧，都係會構成妨擾罪嘅。咁係可以判處1級罰款啦，同埋係監禁3個月嘅。
嗱，我認為咧，我哋去睇呢個暴走團嘅問題咧，我哋必須要咧係考慮三樣嘢。第一就係嗰個法理情，法就頭先我講過啦。咁其實係咪佢哋會違反咗香港嘅法例咧？我相信咧，香港嘅警方咧一定要去跟查一下，去調查一下。法理情，理係咩咧？嗱，理我自己就覺得要關顧香港嘅環境啦。香港嘅道路咧，其實係好狹窄，行人路亦都好狹窄。其實適唔適合去到做呢一種嘅暴走團咧？第二就係話咧，對香港嘅形象會唔會受影響咧？譬如香港嘅遊客，譬如如果佢哋見到嘅時候，佢哋會對香港有一個咩嘅印象咧？係咪？咁呢個都係好緊要嘅，係咪？如果喺香港嘅維多利亞港，如果有好多呢啲暴走團，會唔會阻礙到其他嘅遊客去到欣賞香港嘅美景咧？係咪？好啦，法理情，情就第三樣啦。嗱，喺任何我哋做任何嘢嘅時候咧，其實都要關顧其他人嘅感受嘅，係咪？咁我哋有冇諗過其他嘅道路使用者，或者我哋香港嘅居民，或者其他嘅遊客嘅感受係點樣咧？咁我好希望咧，大家或者係政府都好咧，有關嘅官員去睇呢個問題嘅時候咧，要提高一線，唔可以當佢係一個普通嘅議題咁樣睇，因為咧唔理嘅時候，就會係一個治理嘅問題噶啦。好嗱，今日咧我對於暴走團咧嗰個睇法係咁多，不過咧對呢一樣嘢咧，我係會繼續關注噶吓，睇下咧會唔會係有改善啦吓，或者咧我會繼續去留意下市民大眾嗰個感受或者佢哋嘅睇法。嗱，最近咧選舉氣氛啊好熾熱啊！其實我想有一個提議嘅嗱，啲暴走團咧行過西九啦，或者行過香港其他地方咧，咁其實都可能都有佢哋嘅候選人嘅，係咪？我啊想問咧，其實啲候選人唔知點睇呢一樣嘢咧？如果深水清嘅市民咧，如果行過見到你哋嗰啲當區嘅候選人，不妨你問下佢，睇下佢哋點樣睇呢一樣嘢，睇下啱唔啱你嘅心水，或者合唔合乎你嘅諗法。下一集再見。